咱今仔日吼，咱有选过一个特别节目啦吼。因为是拄咱迄个一冬前，就是8月27到29这3日吼，伫迄个罗米塔加州罗米塔就是离迄个洛杉矶的南边啦吼，较往海边爱到即个所在。伫即个阮教会来举办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营吼。迄个有请差不多咱世界各地来的、台湾来的吼，有日本来的吼，有加拿大来的，拢总差不多外围来差不多要到40个人啦吼。主题吼，咱讲的主题是叫做台湾台语文化的转型正义甲复兴啦。去到美国上届印象上深的代志，当然就是讲。去看到遐个老姐柳哦，咱知影即个台语文的运动是对美国开始的嘛吼，伫1974年就开始有啊，尾1996年才开始慢慢有文化营，尾大陆的成立了就搬到台湾，所以看到遐个老朋友是足欢喜啦吼，这第一点吼。第二点就是讲，即摆有两江遐有特别资源，就是有6个，有8个40岁以下的少年去参加吼。因为恁大家拢知，这做台语文拢是像阮这 LKK 吼，做少年人去参加是最要紧。即摆有8个少年人去参加，转来了我看伊嘛拢继续。咧做这方面的事工，所以这真有意义。第三个感想就是讲，迄个内底有一个侯兰芳教授，因查某囝有表演一寡戏剧，遐戏剧内底伊有讲到，因为侯兰芳是咱所讲的迄个新住民外省人啦。因查某囝有讲到，伊细汉的时感觉做一个外省人足骄傲，足有自信的吼。但是尾仔较大汉，发现讲迄是毋对，迄是建立伫一个无公平的基础顶悬吼。所以伊嘛感觉讲有既然住伫台湾，台湾的文化、台湾的语言、台湾的所有代志，有安尼爱办才会使吼。所以伊有真打拼，嘛真打拼学台语，真打拼做迄个戏剧，互人看了足感动。来参加这个台语营，大部分拢嘛是台独意识足强的啊，吼，建国意识足强啊，伊较会调工要来啊，所以即摆就是听着讲因咧讲，因用台语咧讲话，咧表演，但是私下咧报告甲煞无用台语，就感觉真袂爽啦真袂爽，就是讲到尾变做我想是上感觉讲引起阮感觉感觉真受伤的就是甲伊问讲，恁就是利用台语咧趁钱啦就是利用台语咧表演，甲台语当做工具安尼啦这所以即摆着即个印象比来 defense 人伊就讲，其实讲伊细汉的时阵，伊刚刚做一个，伊姓是姓印凤凰迄个印嘛，所以讲伫迄个台北咧读册中间，知影讲伊是外省囡仔所以伊会感觉讲，还搁伫国民校的时阵，感觉讲迄个伊做一个天龙国的人一寡骄傲感安尼啦。但是台湾的政治有理咧变，所以变甲讲变做讲变做讲所以说变做讲做一个外省人有一种的原罪所以说伊咧行动的时阵，伊感觉讲心内嘛真纠葛啦所以我是感觉讲，既然一个人已经分享到迄种程度，我即摆毋是讲要为虾米人，还是讲为啥，我是讲咱，因为其实是咱咧做这台语运动要互伊扩大袂当脱离人性啦，就是讲咱爱尊重讲遮个基本的遮个人性，遮个 common decency 安尼变做讲咱的运动较会当去传出去当然
然伫目前的为止，咱还阁受即个体制压到真厉害的时阵，咱还阁有需要迄款迄个足强烈的即种的民族主义的情感伫咱后盾，这是无毋对啦吼。但是同时阵吼，咱嘛是要有一寡品牌吼，伊就是华国内面的、中华民国内面的，但是伊嘛是赞成讲台语，吼，赞成台语文化。啊，咱爱有迄款智慧，会当分互清楚啦吼，会当分互清楚，讲啥物款的啥物款的议题会当来合作啦吼。我嘛真欢迎讨论的，这是设两个目标啦吼。啊，一个目标就是讲要做一个和平的世界吼。第二个目标我怎希望记袂起。啊，和平的世界就是要安讲，就是讲你做一个 bridge， 爱讲做一个油吼，啊，互各种无共款的即个品牌的即个台语团体吼，会当共同做代志啊。所以我感觉讲，即场的即个研讨会吼，互我留上深的印象啦。那张医生讲了真对啦，咱做运动吼，就是爱交朋友，嘛是爱有愿望。就我家己的体会就是吼，伫生活中咧甲人分享，还是讲咧传达一寡意念的时阵吼，有当时会感觉无愿望啦。迄种无愿望的，就是讲看着周边的人，无论你去到台看着周边的人，拢是咧讲欢喜的，迄种就说心内会感觉足郁卒的。啊，有当时会感觉讲啊，咱家己的愿望伫倒位？家己是毋是真正会像联合国讲的安尼挑剔，甚至张医生讲佫较早20-30档会挑剔。咱咧做遮个工课，毋若爱做，而且爱想讲有做有够济，有够进步。哦，因为若总讲，咱做伤少伤慢，就变亲像讲咱要去你楼顶，毋过咱坐毋着电梯，哦，啊，就电梯咧落，咱咧爬，倒一个较紧，再来顾啊。即摆红领会有一个侦查是咱即摆已经行入一个无方言的世界。咱看规个东南亚吼，1990年代以后，变做一个无方言的世界啦。全每一个国家的少年人，因敢若讲迄个国语尔，因敢若讲国语含英语，哦啊，因若佫有时间，因则去学一个韩国语、日本语安尼，中国语，即摆无方言啦。圣经，我读圣经本来就毋是，即个你若讲读圣经希伯来文，也是迄个希腊文，我起码无法度了解即个代志，我看英语的，英语的有去出一版本。我会感觉讲，我也无法度去了解即个话语本身的即个意义的时阵，我就无法度去体会着讲即个圣经内底写的即个代志。所以我感觉讲，即个最近即个中国嘛，即个最近即个礼拜嘛，即个蒙古即个代志，对吧？即摆学校伊个规定讲，你袂当讲要讲一定爱讲即个汉语吼，袂当讲即个蒙古语。啊，你看蒙古人，伊嘛是起来要反对吼，毋是定讲即个共产党讲安怎做安怎做。应该是袂讲台语的人安怎了解啦，是讲教会本身吼，对伊少年教会来讲是支持，佫支持就是爱看进行的方式，进行的方式是安怎进行，再来是要做教训，多数倒一支，是讲，但是变故意来提供可能有问题啦，因为毕竟毋是家己教会内底的课程，这是我即马知影的部分。伫教会内底的主日学本身
毋过恁遮个要听的人，我甲恁讲，着听恁的对答，着好款待怨恨恁的人，着祝福歹喙骂恁的人，着替侮辱恁的人祈祷，吼。后来，咱即摆无来请迄个天宇来趁2站啊，好无？啊，29和30。有人扇你即边的喙骨，另外一边嘛互伊扇，互伊扇。有人绑恁的外衫，连内衫嘛顺线互伊。若有人甲你求啥物，着互伊；若有人抢你的物件，毋通甲讨转来。